人過50，唔知大家有冇呢種感覺，就係年紀越大，反而越怕過年過節，怕嘅唔係使錢，亦唔係怕操持。嗰一枱飯菜怕嘅係嗰種好容易盼來嘅清靜日子，突然間被某啲好耐冇見嘅親戚朋友俾搞和咗。嗰種感覺點講呢？就好似一煲正喺度慢慢燉緊嘅老火湯，突然間俾人揭開蓋掉咗一把沙落去，你表面上仲要笑住，個心嗰種翳住嘅感覺半日都過唔嚟。上個禮拜我就接到一位老朋友打嚟嘅電話，佢姓陳，今年53歲，退休啱啱2年。佢話佢去參加咗一場初中同學聚會，去之前都幾開心噶，特登電咗個髮，買咗件新衫，出門前照咗半日鏡，覺得自己精神氣都唔錯。點知返到屋企之後，連續3日瞓唔好，個心翳住，總係覺得自己心口壓住一團氣，捉住上唔到嚟又落唔去。佢話佢都冇同人嘈交，個個都有講有笑嘅，但佢就係覺得渾身上下唔自在，嗰種講唔清道唔明嘅唔舒服，仲攰過做咗成日家務。佢問我係咪自己太小心眼，人哋都冇講咩難聽嘅嘢，點解會搞成咁嘅？係咪自己心態出咗問題？我當時就同佢講咗一句話，我話朋友，你嘅身體比你聰明，你嘅直覺喺度向你報警，你覺得唔舒服就一定有啲嘢唔妥。我哋呢個年紀嘅女人經歷咗大半輩子嘅風風雨雨，咩場面未見過，咩人未打過交道，身體係最誠實嘅，佢唔會無緣無故俾你發信號。你覺得攰，覺得翳，覺得煩，就係有人喺度消耗你，喺唔知唔覺之間偷走你嘅精神氣。講到呢度，我想先同屏幕前面嘅朋友講幾句掏心窩子嘅話。喺而家呢個時代，信息多到鋪天蓋地，你撳得入呢條片，願意花時間嚟聽我講呢啲家長裏短、人情世故，證明你係一個有心機打理頭家嘅人，係一個識得為自己着想嘅人。既然我哋能夠喺呢個時間、呢個空間相遇，就證明大家有緣分。如果你願意嘅話，可以順手撳一下嗰個加號，訂閱我呢個賬號。訂閱咗之後，我哋之間就等於建立咗一個信息嘅通道。以後我但凡諗到嗰啲對呢個年紀有用嘅處世智慧、養生心得、生活小貼士，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唔會喺信息嘅大海入面蕩失路。呢個唔單止係撳一個掣，仲好似係幫你嘅晚年生活請咗尊睇唔見嘅守護神，將嗰啲有用嘅正能量嘅信息源源不絕咁送到你面前。同時呢，你都不妨喺屏幕上先打低平安喜樂4個字，當係借我把口幫你自己同你嘅老伴仔女向老天爺討句吉祥話。我哋呢個年紀講究嘅就係心誠則靈。你打出呢4個字嘅時候，你嘅心念就到咗心念，到咗好運就自然跟住嚟。好，我哋言歸正傳。點解50歲以後有啲人傾完偈，你會覺得心口翳住，成身冇力，好似俾人抽走咗一道氣咁？有啲人你一睇到佢嘅來電顯示，個心就嚟一嚟，手都唔想伸過去接。呢個唔係你多心，亦唔係你矯情老一輩傳落嚟一句話，叫人同人之間係有氣場嘅。呢個氣場睇唔見摸唔着，但你能夠實實在在咁感覺到，你同某啲人喺埋一齊，哪怕乜嘢都唔講，就覺得舒坦踏實，好似曬住太陽咁溫暖。你同另一啲人喺埋一齊，哪怕佢成塊面都係笑容，句句都喺度讚你，你就係覺得唔自在，背脊發涼，個心入面繃住一條線。呢個就係氣場喺度起作用。過咗50歲之後，我哋身體入面嘅氣血就好似一煲滾緊嘅水，精力係有限嘅，經唔起反反复复咁折騰。嗰啲令你唔舒服嘅社交，本質上係有人將你當成佢情緒嘅垃圾桶，或者係將你當成一面用嚟照佢自己嘅鏡，透過同你比較嚟揾翻佢嗰一點可憐嘅存在感。喺中醫嘅角度嚟睇，呢種人際交往入面嘅損耗叫氣機紊亂。你諗下，一個人帶住成肚嘅怨氣、妒忌、攀比心坐喺你對面，嗰啲負面嘅情緒就好似睇唔見嘅煙霧咁，你吸咗入去就係濁氣，濁氣入體，
最先傷嘅係邊度？係肝，係脾。肝主疏泄，脾主運化。你聽咗嗰啲頂住個心嘅說話，肝氣鬱結，脾氣唔運，夜晚瞓喺床上面翻來覆去，瞓唔着個胃，好似頂住流石頭咁。呢個就係氣機亂咗，氣亂咗，血就唔暢，血唔暢，各種各樣嘅病痛就跟住嚟。所以好多朋友話最近無端端頭暈、心口悶、瞓唔着，去醫院檢查又驗唔出咩大毛病，你就要翻轉頭諗，係咪最近接觸咗啲咩人，聽咗啲唔應該聽嘅說話？接落嚟我要講嘅呢3種假熱心嘅親友，大家一邊聽一邊對照吓自己嘅生活圈子，睇下你身邊係咪都收埋咗呢種人。如果發現有都唔使心急，陣間我會教大家點樣不動聲色咁拉開距離，既唔傷和氣，亦唔委屈自己。第一種我叫做孔雀型親友，呢種人最大嘅特點係乜嘢？就係永遠喺度打聽你嘅底細，表面係關心你，實際上係喺暗中較勁揾平衡。佢同你見面3句話之內，實會將你嘅家庭狀況摸到一清二楚。你過得冇咁好，佢就心滿意足，臨走嘅時候仲要拍拍你膊頭，同你講一句睇開啲，你過得比佢好。佢把口就開始酸說話帶刺，句句都令你唔舒服。我同大家還原一個真實嘅場景，陳姐就遇到過咁一位老同學聚會嘅時候，嗰位同學一嚟就讚陳姐，哎呀，你呢件衫真係好靚，要成1000蚊啩。陳姐都未答嘴，對方下一句就係，不過我同你講啊，某某商場最近做緊活動同款嘅打對折，你買貴咗就蝕底啦。呢句說話聽落好似係關心你慳錢，但仔細咁諗下，嗰種味道係咪帶住一陣酸味？仲有更加犀利嘅，佢表面上讚你個仔有出息，喺大城市買咗樓，下一句話實會拐個彎問你啲房貸還清未啊？你個仔一個月搵幾多錢啊？你新抱做咩噶？你答得越詳細，佢心入面嘅小算盤打得越響。你若果話個仔撈得唔錯，佢翻去可以幾日瞓唔着，反來覆去諗點解你會好過佢。你若果話仲還緊貸，日子過得掹掹緊，佢即刻就釋懷，覺得自己好過你，連講嘢嘅語調都高咗幾分。呢種孔雀型親友最大嘅危害係乜嘢？係勾起我哋嘅攀比心同焦慮。心50歲之後最忌諱嘅就係心入面唔平衡。一旦心入面唔平衡，氣就亂氣，亂咗血壓就上嚟，覺都瞓得唔踏實，連帶睇老伴都唔順眼。佢問完你嘅狀況，拍拍囉柚就走翻去，照樣食，照樣瞓。你呢心入面翻來覆去咁諗，越想越唔係味道，越想越覺得自己不如人。你諗下，你呢個係攞人哋嘅嘴懲罰自己嘅心啊，值唔值得？一啲都唔值得。更加可怕嘅係呢種攀比心係會傳染嘅。你今日聽完佢嘅說話，心入面唔痛快，聽日你好可能會將呢股唔痛快轉嫁到屋企人身上，嫌老伴冇本事，嫌仔女唔爭氣。呢個就係將一個外人嘅幾句閒話變成破壞家庭和諧嘅導火線。講到呢度，我想稍微停一停，正在睇嘅朋友，你身邊有冇呢種特別中意打聽你家事嘅親戚朋友？就係嗰種見面3句唔係2句就問你退休金幾多，仔女運成點，間億幾大嗰種人。如果有的話，你可以喺屏幕上打低有個2個字，呢度冇其他人，只有我哋呢啲願意為自己着想嘅兄弟姊妹。你打出嚟，既係提一提自己，亦係通知平台你對呢類內容有興趣。以後你會收到更多關於晚年社交智慧同自我保護嘅實用乾貨。我哋一齊喺留言區互相相認下，睇下有幾多朋友曾經或者而家正被呢種攀比型嘅關係困擾。第二種，呢個係收得最深，亦係喺我哋身邊被點名最多嘅一類，我叫做黑洞型親友。呢種人嘅特徵特別明顯，佢嘅電話接唔過，一接你就唔使旨意收線；佢嘅門開唔過，一開佢就坐喺度唔走。佢永遠有倒不言嘅苦水，由佢新抱唔孝順，唔俾好面色，佢睇到佢老伴唔理解，佢成日淨係識得向外跑，唔黐家。再到佢嘅身體，呢度痛嗰度痕，成身都係毛病。
連帶隔離鄰舍同佢講嘢大聲啲，佢都可以講半日。佢嚟揾你嘅唯一目的就係將佢呢一套嘅怨氣同委屈原封不動咁倒晒俾你，等你幫佢分擔，幫佢消化。我再講多一個真實嘅故事。我認識一位姓劉嘅朋友，今年56歲，人特別善良，特別心軟，見唔到人哋受苦。佢有一個表姐，隔三差五就打電話俾佢，一打就個幾兩個鐘頭起跳。電話一接通，連句最近點日都冇，直接就開始訴苦。今日投訴新抱懶唔做嘢，聽日投訴老伴唔體貼唔識得心痛人，後日投訴鄰居恰佢佔佢便宜。劉姐姐開始都耐心聽，間中安慰幾句，幫手出客主意。點知呢？佢越安慰表姐越係興奮，越講越激動，越講越委屈，將幾十年前嘅陳年舊事都記翻晒出嚟講。等到好不容易收咗線，劉姐整個人好似俾人抽乾咗一樣，個腦嗡嗡作響，成身冇力坐喺梳化上面，半日回唔過神嚟，連晚飯都唔想煮。有一次佢同我訴苦，話而家見到表姐嘅來電顯示，個心就離一離手都震，唔想接又唔好意思唔接，接咗又唔知幾時先收得線，整個人被綁死咗。我當時就同劉姐講咗一句話，我話朋友，你呢個係被人當成情緒垃圾桶啦，你表姐將佢心入面嘅垃圾全部倒晒俾你，佢倒完嗰下就輕鬆晒舒坦晒，翻去瞓一覺乜事都冇。但係你呢？你幫佢嬲咗半日，幫佢愁咗半日，幫佢擔心咗半日，結果人哋翻到屋企，分分鐘同老伴已經和好如初，一家人圍住張台食飯，將你勸嘅說話全部忘記得一乾二淨。但係你呢？你瞓喺張床上面，反來覆去瞓唔着，個胃好似頂住嚟石頭，心口發悶。你話你冤唔冤？你呢個係攞自己嘅氣血去幫人做免費嘅清道夫啊！心理學上面有個概念叫共情疲勞，一個人長期接收別人嘅負面情緒，佢自己就會變得悲觀、焦慮，甚至抑鬱，因為你聽得太多，嗰啲負面嘅嘢好似毒素咁，慢慢滲透入你嘅意識入面。久而久之，你會發現自己都變得從易抱怨，睇乜都唔順眼。而我哋中醫講得更加透徹，人喺聽人抱怨嘅時候，個心係揪住嘅，肝係鬱結住嘅，脾係受住傷嘅。你表面上係坐喺度聽電話，乜嘢體力活都冇做，實際上你嘅氣血喺劇烈咁波動，喺高速咁消耗。呢個就係點解你聽完嗰啲抱怨之後，會覺得頭昏腦脹，渾身發沉，好似俾人打咗一身咁。嗰個唔係你身體出問題，係你嘅身體喺度向你抗議，佢喺度話俾你知，呢啲嘢唔屬於你，你唔好再塞入去啦，裝唔落噶啦。呢種將你當成情緒垃圾桶嘅人，佢唔係同你敘舊，佢係揾一個免費嘅泄洪口，將佢嗰啲負面嘅情緒垃圾轉移俾你。你接住咗佢嘅負能量，佢個心就舒坦晒，但嗰啲濁氣就留咗喺你嘅氣場入面。久而久之，你會發現你嘅運氣好似都差咗，屋企嘅小摩擦都多咗，成日無端端心煩意亂，連老伴都話你最近脾氣大咗。呢個就係你嘅磁場被污染咗，就好似間房入面有噏味你聞唔到，但愛人一入嚟就知唔對路。所以朋友們一定要記住一句話，50歲以後你嘅耳仔比你嘅嘴巴更加需要把關，唔係咩人嘅說話都入得心嘅，唔係咩人嘅忙都幫得過嘅。幫人之前先拼一拼自己嘅氣血夠唔夠用，你自己得返半煲水，仲要去淋人哋塊田，你塊田點算？第三種我叫做軍師型親友，呢種人最求意講嘅一句說話就係我係為你好。佢最熱衷嘅事就係介入你嘅家事，挑撥你同老伴嘅關係，或者係干涉你同仔女嘅相處方式。譬如你隨口抱怨咗一句，老伴近排成日向外走，唔多黐家，佢即刻就可以同你出主意。你要管下佢啊，唔可以咁縱容噶，再係咁落去仲得了嘅，你要同佢立規矩，你要將佢綁喺屋企，又或者你同新抱之間有啲拗撬，佢即刻加鹽加醋，你就係太好人啦，你就係太軟弱啦，你要攞翻個奶奶嘅威風出嚟。如果唔係，以後會被騎住上。
再或者你個仔想轉工，佢即刻插把嘴。而家呢份工幾穩定啊，轉咩轉？後生仔就係從意搞搞震。呢句說話聽落好似係企喺你嗰邊，句句都喺度幫你唔抵，幫你出主意。但你仔細諗啊，佢真係幫緊你咩？家和萬事興，家不和外人欺。一個家庭最怕嘅就係有外人嚟插嘴嚟挑撥，因為你同屋企人嘅關係係朝夕相對嘅，係打斷骨頭連住根嘅屋企嘅，事關埋門點都好講，床頭打交床尾和。而佢呢，佢只不過係一個偶爾路過嘅外人，佢根本唔了解你哋家嘅具體情況，佢只係憑住嗰三言兩語就同你落結論、出主意、定方向。佢將把火同你谷起嚟，將猜忌嘅種子同你種落去，然後拍拍囉柚就走人。你返到屋企聽住佢嘅說話，同老伴鬥氣，同仔女較勁，嘈到雞飛狗走。佢喺電話嗰邊聽講咗，分分鐘心入面仲暗暗得意自己嘅能耐，覺得自己有先見之明。呢種假熱心比頭兩種更加毒。頭兩種最多係令你心攰，令你情緒低落。呢種係直接破壞你嘅家庭風水，破壞你屋企嗰股好不容易積累落嚟嘅和氣。屋企最緊要嘅就係一團和氣，和氣生財，和氣生福。一旦和氣和順被破壞咗，各種亂七八糟嘅事情就跟住你。我見過太多原本好地地嘅家庭，就係因為聽信咗外人嘅挑撥，搞到雞飛狗走，夫妻反目，婆媳成仇。等到件事鬧大咗，冇辦法收科嘅時候，當初嗰個出主意嘅人已經躲得遠遠嘅，一句說話都唔講，好似同佢一啲關係都冇。有一次，我聽一位老朋友講起佢鄰居嘅事，嗰位鄰居聽咗佢阿妹嘅說話，返到屋企同新抱大嘈咗一場，就因為新抱過年冇送禮物俾佢，佢阿妹喺旁邊煽風點火話，咁都得了嘅，完全唔將你放喺眼內。你要俾佢知呢個家邊個係長輩。結果呢，新抱嬲到走咗返外，家個仔夾喺中間兩頭為難，好好地一個年過到雞飛狗走，連團年飯都冇食成。後來先至知道新抱其實早就準備好禮物，只係速遞遲咗2日。到你話呢件事搞成咁幾冤枉啊！嗰位鄰居後來後悔到不得了，但說話講咗出去，交嘈完，新抱心入面嗰條刺已經吉咗入去，想拔都難。所以朋友們，屋企嘅事關埋門自己解決，千祈唔好俾外人插嘴。嗰啲喐啲就幫你出主意，教你點樣對付屋企人嘅人，你最好離佢遠啲。佢今日教你點對付新抱，聽日就可以教你點對付老伴，後日就可以教你同仔女反面。呢種人唔係你嘅朋友，係你屋企嘅災星。除咗面對面嘅消耗，而家仲有一種隱形嘅消耗，係我哋好多朋友容易忽視嘅，就係手機入面嘅微信群組同語音轟炸。有啲親戚朋友每日雷打不動咁 send 俾你各種駭人聽聞嘅影片同文章，咩不轉不是中國人，咩某某食物致癌千萬唔好食咩，某地發生重大案件，或者係一啲慘不忍睹嘅交通意外現場。呢啲嘢除咗增加你嘅恐懼同焦慮之外，對你冇任何好處。呢種係透過恐懼嚟綁架你注意力嘅行為，令你喺唔知唔覺之間消耗咗大量嘅心理能量。你長期浸淫喺呢啲負面信息入面，你會覺得呢個世界越嚟越亂，人心越嚟越壞。你會對身邊嘅人產生不信任感，連出街買餸都心驚膽跳。呢個就係心理上嘅慢性中毒，比身體上嘅毛病更加難醫。仲有嗰種唔分時間 send 5-6條60秒語音方陣俾你嘅人，佢完全唔理你係咪喺度瞓晏覺，係咪已經攤上床準備瞓覺，佢只顧住自己訴苦嘅痛快。我哋呢個歲數睡眠就係保命嘅事，好不容易醞釀出嚟嘅睡意，俾佢呢幾條帶住怨氣嘅語音一衝，即刻醒到一個點，再想瞓着就難過登天。一個唔識得尊重別人時間同界線嘅人，唔理佢同你幾親，都一定要敬而遠之。呢個唔係你冇人情味，呢個係你保護自己嘅身心健康。你條命係你自己噶，唔係用嚟陪人傾閒偈噶。咁有啲朋友可能會問，我都唔想得罪人，
畢竟都係親戚朋友，低頭不見抬頭見，我總唔能夠將佢哋全部封鎖啩，當然唔可以。我哋講究嘅係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跟住落嚟，我會教大家幾招優雅退界嘅智慧，唔需要撕破面皮，亦唔需要吵架，就可以將嗰啲消耗你嘅人禮貌咁擋喺安全距離之外。第一招叫延遲回應法。對於嗰啲沉意喺電話嗰度倒苦水嘅人，你唔好每次都秒接，你可以等個電話響耐啲先至接，或者索性等10幾分鐘先覆返過去，講一句啱啱喺度忙緊聽唔到。你要逐漸打破佢嗰種隨時可以揾到你嘅預期，等佢知道你唔係24小時後命嘅。對於微信信息，你都唔好每次都秒覆，你可以等半個鐘或者1個鐘先覆，而且覆嘅內容要盡量簡短，盡量平淡。譬如佢 send 咗一大堆抱怨嘅說話，你就覆一句家家有本難抵嘅經，睇開啲保重身體，或者我要去湊孫，轉頭再傾。再或者近排對眼唔係幾好，少睇手機，有事打電話，用呢種溫柔而堅定嘅方式，將話題嘅閘門輕輕同佢閂上。時間耐咗，佢就知你呢度唔係一個隨傳隨到嘅傾訴對象，自然就慢慢減少咗揾你嘅頻率。呢種方法嘅好處係滴水不漏，佢冇理由話你冷淡，但你確實將距離拉開咗。第二招叫萬能金句法。當嗰種軍師型嘅親戚試圖幫你出主意，教你點對付老伴或者仔女嘅時候，你一定要學識彈幾句咒語，譬如兒孫自有兒孫福，唔理閒事享清福，或者我而家乜都懶得理你好，我自己呢把口呢對腳就算贏咗。再或者都呢把年紀啦，能夠少一事就少一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只要將呢啲說話多低幾次，佢就知道你係一個唔想惹事、唔想摻和嘅人，佢自然就覺得喺你度揾唔到共鳴，揾唔到發揮嘅空間，下次就唔會再嚟揾你做軍師。呢種係非常高級嘅拒絕方式，唔傷人唔傷面，但將態度表達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三招叫物理隔離法。對於嗰啲避無可避嘅聚會，譬如家族聚餐、老同學聚會、鄰居串門，你可以提前為自己設定一個離場時間，例如食完飯就話要瞓晏覺，或者話約咗去湊孫、去跳廣場舞、去社區醫院攞藥，將整段嘅相聚時間切開，變成一塊塊。你坐喺嗰度時間越長，聽到嘅閒話就越多，吸收嘅負能量就越重。與其坐喺度捱時間忍氣吞聲，不如見好就收，保護自己嘅精神氣。最緊要記住一句話，你嘅時間好貴，唔好浪費喺令你唔舒服嘅人身上。講完點樣防，再講講點樣養。除咗將人防喺外面，我哋仲可以喺屋企做一啲少少嘅佈置同調整，嚟增強自己嘅氣場，守護家庭嘅和諧。老一輩傳落嚟好多居家小貼士特別實用，我揀幾個同大家分享。第一個係朝早照鏡嘅時候對住自己笑一笑。好多有經驗嘅老人家都講過，每日朝早照鏡嘅時候望住鏡入面嘅自己，要笑住講，我最好運，我健康快樂又自在。你唔好睇少呢一個動作，呢個叫做為自己注入正能量，係每日俾自己嘅第一啖精神早餐。你朝早出門前對住塊鏡笑一笑，成日嘅氣場都唔同晒。你帶住好心情出門睇乜都順眼，遇到咩事都唔容易發嬲。相反，你每日朝早起身愁眉苦臉對住塊鏡咳聲嘆氣，嗰一整日嘅運氣都好極有限。呢個方法簡單啩，唔使花1毫子，但效果特別好。我哋可以寫張紙仔黐喺鏡上面，寫住今日要開心，每日提自己。第二個係廚房嘅佈局講究。老一輩講灶頭係一家之核心，你成日開爐煮食就係幫屋企增添人氣，增添旺氣。你冷落咗嗰個灶頭，隔幾日都唔開一次，火間屋凍晒，其實就係將呢個家嘅熱乎氣都散走埋。所以我哋喺屋企要多少少煮飯，多少少開火，等間屋有啲煙火氣。煙火氣係乜嘢？就係人氣，就係旺氣。一間屋如果成年都唔開火，凍晒，嗰間屋嘅氣場一定係冷嘅、散嘅，住喺入面嘅人都覺得冇厘精神，
相反，你成日喺屋企煮飯，一家人圍住張台食飯，有講有笑，呢個家嘅磁場就好，運氣就差唔到去邊。哪怕係一個人住，都要認認真真煮一餐俾自己食。呢個係你對自己嘅善待。第三個係屋企雜物嘅處理。好多老一輩都講過，財不入屋門，福不進亂宅。屋企堆積嘅雜物，破舊閒置嘅物品，該掉嘅掉，該送嘅送，間屋乾淨光猛，旺氣先入得到嚟。好多朋友唔捨得掉嘢，成日覺得第時可能用得返，覺得掉咗好嘥大。你想下嗰啲嘢，你擺咗3年5年都冇用過一次，以後大概都唔會用噶啦。佢哋堆喺嗰度佔嘅係空間，塞嘅係氣路。你將佢哋清理走，間屋闊落咗，個心都光明晒，行路都唔使驚俾嘢絆倒。特別係嗰啲崩咗嘅碗碟、唔着嘅舊衫、過期嘅藥品同食品，應該處理就處理，唔好猶豫。第四個係屋企光線同通風嘅問題。我哋呢個年紀，屋企一定要光猛，要通風，日頭將窗簾拉開俾陽光照入嚟。陽光係最好嘅消毒劑，亦係最好嘅能量來源。每日早晚開窗通風，將屋入面嘅濁氣排出去，將新鮮空氣放入嚟。人都係一樣，吸嘅係清氣，呼嘅係濁氣，一呼一吸之間，身心就暢通晒。如果間屋成年都拉住窗簾，黑猛猛，咁人嘅心情都會跟住陰沉落去。當然，不論我哋點樣防護，總有防不勝防嘅時候。萬一俾嗰種令你唔舒服嘅人纏咗半日，返到屋企之後覺得渾身發沉、頭昏腦脹，個心翳住點算？唔使驚，我教你一個非常簡單又管用嘅靜心儀式。你返到屋企之後，先唔好急住坐低，去洗手間用暖水認真真咁洗一洗塊面，洗一洗手，同時喺心入面默念一句說話，將人哋嘅煩惱同晦氣都沖走，將外面嘅濁氣閂喺門外。呢個動作睇落簡單，但佢有好強嘅心理暗示作用，等於係幫自己做一次精神上嘅大掃除，然後去斟一杯暖嘅白開水，細細啖咁飲落去，感受嗰股暖流由喉嚨一路流到胃入面，將啱先繃緊嘅神經慢慢放鬆落嚟。跟住你可以播一首自己曾意嘅歌，或者坐喺梳化上面合埋眼休息5分鐘。用意念將注意力收返喺自己嘅呼吸上面，一呼一吸，將外面嘅雜念排出去，將清淨嘅氣息吸返嚟。呢個係幫你嘅身心做一次垃圾清理，將嗰啲唔屬於你嘅情緒垃圾打包掉，你嘅氣場自然就恢復清爽。如果條件許可，夜晚瞓覺前可以用熱水浸下腳，浸到微微出汗，將成日嘅疲勞同濁氣都浸走，瞓得特別安樂。人過50，要學識為生活做減法，減走嗰啲不必要嘅應酬，減走嗰啲虛情假意嘅關心，減走嗰啲令你唔舒服嘅人際關係，將慳翻嚟嘅時間同精力用嚟做乜嘢？用嚟種花、養魚、養身體，用嚟對嗰個陪你走過風風雨雨嘅老伴好多少少，用嚟心平氣和咁同仔女食一餐飯，用嚟安安靜靜咁享受屬於自己嘅時光。你要記住一句話，你嘅心就係你屋企嘅定海神針，你心定咗，頭家就順，頭家順咗，福氣就自然嚟。講到呢度，我想問下正在睇嘅朋友，今日講嘅呢3種人，你身邊有邊一種係從意打聽私隱同你較勁嘅孔雀型，定係永遠喺度倒苦水嘅黑洞型，定係打住為你好嘅旗號挑撥你屋企關係嘅軍師型？你可以將你遇到嘅情況寫喺留言區，等我哋老姊妹一齊幫你諗下計，諗下辦法。最後，如果今日嘅內容對你有一啲啟發，哪怕只係令你記住咗其中一句話、一個方法，咁我都冇白費一番唇舌。你可以喺留言區留低身心清淨4個字，呢4個字既係你嘅願望，亦係一種心理暗示。你將佢打出嚟，就等於喺心入面種咗一粒清淨嘅種子，提醒自己由今日開始，將嗰啲唔屬於你嘅負能量閂喺門外，將時間同心機留俾嗰啲真正滋養你嘅人。同時咧，都唔好忘記撳一下嗰個加號，訂閱我呢個賬號。訂閱之後，我哋之間就正式建立咗連。
係以後我每次更新嚟都可以第一時間睇到，唔會喺信息嘅大海入面蕩失路。我哋下期再傾過啲可以令晚年生活越過越順、越過越通透嘅人生智慧。朋友們，我哋下期見。